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现主是新冠疫苗预防针，会当讲是对抗新冠肺炎上界重要的武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器，武器的器。这个器就是用具，像咱讲器具、武器。另外，动物手指内底掌管生理机能的部分，咱讲是器官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器具，就是家私用具；第二个词机器，嘛有人读做机器，就是机械由真侪零件组织起来，会当操作省人力，会当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防疫，都要用到真侪器具，像讲预防针，那是上界重要的武器，嘛要用到机器来生产有够量的喙罨，鼓励大家挂喙罨，保持社交距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器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